係咩？我跟住同你講爛 gag。爛 gag。Number one。咁唔好跟住我。咁咧，如果香港最出名嘅海就係邊個咧？5、4、3、2、1。如果你有睇到報紙嘅話，咁你就應該知道係張寶仔啦。咁日本嘅海盜係邊個啊？5、4、3、2、1。答案就係北海道咯。Number two。飯堂阿姨係咩朝代嘅咧？5、4、3、2、1。答案就係北宋朝啦，因為咧飯堂阿姨要幫你北宋噶嘛。Number three。點解 Hello Kitty 永遠唔會話人是非咧？5、4、3、2、1。因為係母后咯。Number four。點解 USA 嘅細路係邊個咧？就係 USB 啦。OK， Number five。一隻馬原本有6隻腳噶嘛，係咪啊？咁點解佢行過9次嘅時候就有4隻腳嘅腳印嘅？5、4、3、2、1。答案就係因為佢要2隻手揞住個鼻啊！下次記住睇 Part 3啦，拜拜。